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潮流商機，我係布布。二手奢侈品市場爆紅，但法律風險急升。今日想講個熱門嘅話題，就喺二手奢侈品市場背後隱憂嘅法律風險。品牌好似 Chanel 同 Nike 開始大力打壓二手市場，點解正貨保證隨時變成俾人告上法庭呢？一齊嚟拆解 The Fashion Law 最新報導。喺美國同歐盟、英國，二手正貨轉售基本上係合法嘅。美國有首次銷售原則，歐盟有商標耗盡原則。只要品牌一開始同意貨品放落市場，二手賣家轉手賣就冇問題。但奢侈品唔同，品牌靠嘅係製造稀缺感、包裝同嚴格售後服務嚟建立獨特嘅品牌體驗同價值。所以二手賣家冇正式授權，就唔可以亂用品牌標誌、廣告圖片。一旦越界，就好易俾人告侵權。如果貨品出現重大差異，例如拆咗序列號、條碼、包裝唔完整、保養失效，或者貨品流出咗品牌原本嘅品質控制渠道，就好可能觸犯商標侵權、虛假廣告等等法律問題。簡單講，二手轉售本身係合法嘅，但重點係你點樣呈現同推銷貨品。一旦呈現方式或者營銷手法越界，就好易俾人告。同品牌拉關係其實大忌。二手平台同賣家最容易俾人告嘅地方，就係 marketing 營銷手法。好多平台會利用品牌嘅標誌、廣告圖片嚟吸客，俾人感覺自己同品牌有關係。但二手賣家其實冇官方任何正式授權，係唔可以亂用品牌嘅 logo、宣傳商。就算加咗細字，免責聲明話同品牌冇關，但如果整體感覺令人誤會同品牌有合作，法庭都可能判你輸。越想借品牌光環賣貨，就越容易俾品牌反告。例如 Chanel 告全球奢侈品二手平台 The RealReal， 話佢哋嘅正品保證誤導消費者，令人以為有 Chanel endorsement 借品牌賺錢，但冇權咁做。平台常用100% authentic、verify、guaranteed、genuine 字眼嚟建 trust， 但實用呢啲字眼要好小心。2022年 StockX 就因為俾 Nike 告避開，直接用100% authentic 改為 StockX verified。仲有講全新未用，從未用過呢啲字眼。消費者覺得等於原廠狀態，原裝完整，仲有保養。但萬一係冇標籤、冇保養，咁就係誤導人㗎啦。文章建議用近全新、已開、二手呢啲字眼，記得要清楚解釋佢哋嘅意思，咁就可以減少啲俾人告嘅機會。你又點睇二手奢侈品市場？覺得品牌打壓係合唔合理？下面留言分享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啲時尚商業資訊對你有啟發，記得幫我哋個影片撳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仲要開埋嗰個細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報道。多謝晒大家，下集見，拜拜。